老师为什么要叫老师？就是要教学生书知识。为什么突然要配合立委？老师的工作，就像我们刚刚之前，我就一直觉得说，老师的工作就是教学生嘛，怎么会变成说老师必须要调查数据？我要给教育部长的一句话就是让老师多点备课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哲。大家好，我是巧克力。大家好，我是罐头。大家好，我是洪一开，欢迎收看今礼拜的新闻知科普。来，假期也是教师节嘞，平常教师节你们在做什么？我会送康乃馨。哎呦，老师刚好是你妈妈。是。来，巧克力。卡片跟小礼物。小礼物是巧克力吗？不是。不是。罐头。我不知道要送什么，所以我就是照平常的上课。所以就把自己打开，老师请吃了我。不是这样的。来，我就将我们做了点安平方面的事情呢，是有时间不了解礼拜，突然大家去了解。线上大台金武汉。内幕大公开。红起来，起好，行礼，新生好。等一下，唔正件知道先生過來動好冇？唔看到先生當日7點6去到學校，5點就下班，將愛夫妻上課，應該嘅一強送好。唔過實際學正件係安尼係，就是我是去普安用路調查結果，事故有超過1位先生，因要做超過10點鐘嘅事。韓國3股有超過2位先生，用提先到時間做位，唔係教書，係做行政嘅工作，前途發通，搞好評鑑也掉。真係先生英語係用嘅高溫咯。啲學校叫佢寫教材，改作業，隨考時間，改考時間。愛搞評鑑嘅東西，無限定做行政業務，判前途發通，處理家族嘅問題。還有喎，下課間下還會記得去做交通托付，做到不加工後，假設就做得係很忙。佢行為下當到嘅報告，準備提供你上課嘅內容，第三權員體學回答問題，建議班級嘅管苗。無論按部指頭，不用了，好評行起啲嘅示範，都會接家長嘅天花。學起來行禮先生好，唔正經知道先生同好係。對同學嘅角度，會看到先生作為哪條線呢？社會團隊來到為新北市金融國社會行二班，一班嘅同學係對目標用班級來嘅，也就嚟談可能，也就很容易講自家嘅先生嘅。我觉得是100%，因为就算我们去上课任课时，老师还是在帮我们改作业。他每天中午的时候都没有午休，就认真的在改作业，然后呢还会处理班级上的纠纷，像是打架之类的。我觉得都75%，上课时间有40分钟，然后老师就如果有跟上别班的进度，上完了，老师就会让我们写作业。55%，是我们去上別的老師的課的時候，老師會順便休息一下，不然就是到校園走一走。14個同學當中，只係有2個同學講到先生要休息的時間，其他嘅同學都認為先生所有嘅時間都係啲嘅教書。接下來，提出嘅問題係講今明日唔做得本先生行下到嘅時間，唔會希望佢做乜嘅事情咯。冇想到一個問題竟然有2個完全冇共用嘅答案呢。我希望老師可以給我們看更多影片。我希望老師可以多讓我們複習一些東西，教我們更多英文。可以，我們長大的時候可以去外國跟外國人溝通。如果老師有更多時間的話，我希望他可以好好的休息，因為他每天都要教導學生。我會給老師回家休息的時間，或是在椅子上面好好的休息，讓我們幫他按摩。ทั้ง嘅條財富，也答案未同嘅條同樣係，身為先生有見無限，有啲嘅無限物解呢？今明日按住向下嚟討論。聽完你會講做線上嘢是傳統商業解法，唔過厲害線上愛做嘅事情，從前人在超過2條，都在線上做到乜嘅事情，應用圖表為大家說明一下。
哪样工作花去你最多时间？资料来源是网络问卷调查的136位老师，有31%的老师觉得教学花去他们最多时间，有33%的老师觉得行政工作花去他们最多时间，然后有13%是觉得是校内活动，10%觉得是家长沟通，9%觉得是教学评鉴，4%是其他。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讲，重点是什么？就是只有31%的老师觉得教学花去他们最多时间，其他都觉得不是。将近多少？7%。70%的老师，他们其实花最多时间的都不是教学相关的工作。那我不晓得，就是像这样的状况，你们身为学生是跟老师最息息相关的，你们有什么状况下会感受到，哎，老师好像不是都在备课，老师好像有些时间必须要花在其他事情身上，你们是有感受的吗？没有，其实没有没有很常接触的。有点意外。你们原本想象的数字大概是多少？那个数据？教学应该会占70%吧。有70%的老师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教学。对，因为他们是老师，就是大家都会说老师的工作就是教学啊。但显然不是，将近70%都做不是教学。来，既然这件事情后让老师感到哇，平常我都要做这些不是教学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去问老师，下一题就是看到，如果能改善，他们最想要减少是哪些工作时间？阿哲，那个资料来源也是网络问卷调查136位老师，然后有57%的老师希望减少行政工作的时间，有55%的老师希望减少教学评鉴的时间，有49%的老师希望减少公文宣导的时间，然后各位看都是有超过半数，除了那个公文宣导，然后加起来应该会超过100%，是因为这个是复选题。来，这边先停一下，行政工作、公文宣导，我想包括我或是大部分的这个观众能够理解。你们知道什么是教学评鉴吗？而且他竟然有55%的老师是希望能够减少的。我觉得就是看老师上课的态度，就有没有认真的教学。教育局为了了解各间学校教学嘅成果，就委托嘅师范大學嘅教學評鑑中心去看各間學校嘅書面資料，來評鑑家長嘅教學規劃和個成果。冇就去到各間學校來看家長上課嘅情形。那你有實際體驗過教學評鑑？有。你可不可以說看看那時候是怎麼進行的？就感覺有人就一直在盯着我們。就盯着我们和老师上课，就感觉很不舒服。那个平常老师都会轻松上课，可是到了那一天之后，就会让老师一定要让他显然很认真。因为冠彤说他这样认真、这样紧张的态度是会让大家觉得老师是在认真的，但是难道轻松自在就不是认真吗？他也许想要营造这个氛围啊。那你们如果可以选，你要老师很紧张的样子，还是老师很轻松的样子？老师很轻松。所以教学评鉴对你们来讲最大的影响会是什么？让我们觉得很紧张。你们也跟着紧张，不自在。能不能谈谈你们遇到的教学评鉴？像我们学校就是说，他们会请一个不是原本班导，就是不是我们班导，可能是学务处或教务处某个可能之前评鉴很好或很不好，因为这一点我不太清楚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可是如果就是我们常常他会占用到本来应该是我们班导或者是科任课的时间，就会变成说，假设这一节是上国语好了，他这一节就会拿来给我们跳很远很远单元的数学，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很跟不上进度。可是因为他又用很紧张的态度，我们也会跟着紧张，就没有办法说真的，我就会觉得我们好像没有真的学习到什么。你觉得教学评鉴是有正面效果的吗？我觉得是负面效果，因为当教学评鉴来的时候，老师们压力会很大，因为好像是要传给教育局的，然后我们学生呢也会觉得很紧张，就是非常的不自在，跟平常上课方法完全变了个调。来，我们回到这个数据后，我们再用数据来呈现，可能还没有办法深刻的体验到究竟老师对于这些教学以外的工作，在他身上造成多大的负担，他觉得有多繁重。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
老师们到底怎么说，好不好？来，听我来看，你礼拜4位太天宠。原来做一个先生，除了要教书，还要按道的社会做喎。社会团体上个以前先生来讲，不过现在一个话题实在太敏感的，以下嘅冇注意到，就会影响到先生嘅头路哦。故所有懂得嘅先生都唔接受安尼采访。当好彩，因经过全国教师总工会嘅首届，认识的新北市技术国社会高主任，用家各区来看先生嘅头路，真系有哪点问题呢？好像主任你说现在时间不够，可是要做事情又太多，所以主任您认为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简化或者是避免的？像在老师端来讲的话，其实最明显就是像导护工作。其实像导护通常在7点20分就要出来执勤，那导护工作其实就很像交通警察在指挥交通一样。可是问题是当我们在做交通警察工作的时候，我们导护老师是没有像交通警察有那样子的一个权利，所以当我们去劝导这些家长或是民众来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学生的安全，然后来配合我们整个上放学路队的时候，其实有些家长他其实是不会去管我们的，甚至也不会去听我们的劝导。那其实这样会让我们在导护工作执行起来上，其实就是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像其实学校有很多工程，那都需要办一些招标，或者是说我们每个月都要算薪水、算劳保、健保、劳退。那这样的专业的工作，其实在我们以前师范教育是没有教这些的。那这些工作其实是比较适合专职的公务人员来做，但是很多学校现在都还是找国小教师。他本来应该是要教学，但是他却必须要去做这些工作。那其实对国小老师来讲，都也是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负担。主任，我还想请问，就是像我念的学校，他提倡食农教育，可是我觉得他没有真正落实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就其实只有播种跟收成而已。所以主任，你对这有什么想法？其实食农教育也算是现在我们教育局里面一个重要的政策。那其实因为也许是大环境整个对学校的期待，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政策都同时在推动。那可是因为我们一天在学校就是8个小时，那可是现在有这么多的政策要去推动，一样的时间却要做这么多事情，所以变成说你每一件事情如果都要做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变成没有规划的这么完整，也没有被执行的这么落实。像主任，你刚刚上述讲了这些东西，你觉得这些时间是可以被节省下来的？如果你把这些时间节省下来以后，主任你会用这些时间做什么？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代班的导师的话，省下来这些时间，我会非常希望说这些时间可以用来备课，因为其实你备课的时间越多越完整，其实你上课的品质才会好，那学生的收获也才会比较多。那如果是我是用行政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些省下的时间，我希望可以把我的每个业务执行的更彻底，或者有没有再去规划更完整，然后让那个效果可以出来，而不是说只是为了做完这个业务而做完，而是真的是把这个业务做到非常的落实，也可以落实这个政策这样。刚才我们看巧克力访问主任有一个疑问，巧克力，你讲食农教育没有落实，能不能进一步解释清楚一点？我们有一块旧操场地，然后现在学校把它翻新成一片农地，就是放培养土，然后可以给大家种菜，所以可是我们就只是被占用了一点点时间去播种。但是其实播种了以后，他们就会把我们弄回去，然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会被叫回来，就是把这些东西采收。但我就觉得说，中间的过程我们完全没有参与到啊，这样应该也不算是教育吧？因为我们课就已经上不完，老师怎么可能还会带我们去食农教育？所以你会不会讲出答案？为什么过程没办法参与？有太多事要做，很多东西都是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一个。老师收到会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公文。公文啊。公文，你们知道什么是公文吗？公文哪里来的？你有没有想过？教育部发下来的。教育部。教育部来，今天小欧事件部带大家开开眼界。我们在136位网络问卷当中啊，老师们都提过他们所遇过一些他们认为不合理，或是有一点，来手上那个牌子给我看一下。扯的公文，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然后我们让27位小欧来票选。我们从第5名开始看起。记录学童一天是否完成5次洁牙。有人觉得扯的吗？为什么你觉得扯？这到底关老师什么事啊？这应该是学生自我评鉴，自己设定标准，
到底关老师什么事？好，这只是第5名了。来，牌子放下，我们来看第4名。晚上10点前都要接家长的电话。有人觉得扯的吗？就像刚刚连接到我们说的备课，老师说不定有时候也会在10点前准备上课的东西可是如果是不重要的电话他接的话，那这样的话会影响他备课的时间打断他，对不对？来，阿哲，我晚上9点就睡了，10点有人打电话给我，我要怎么接？对，顺便老师也是比较早睡的，因为他跟你们一样，甚至比你们更早就到学校，对不对？来，要来精彩的喽，前3名喽。计算暑假作业的作文字数，扯不扯？作文字数这个为什么会是老师做的？这应该是学生自己要做的，就是因为我们老师之前都会给我们写作文嘛，然后都会要求我们300字以上。但是这本来就应该是学生的工作，学生你怎么努力熬都要熬到300字以上嘛，不可能是由老师一一帮你去算啊。你们班现在有几个人？28。你觉得暑假会写几篇作文？一个人1篇28篇，但是绝对不止1篇嘛。好，1篇300字，你觉得老师要数多久？假如本来在发作业的前一天，不是前一节要改，结果他要算字数而没改，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我们要写功课。我觉得你讲的点很棒，呼应刚才主任讲的，老师不是不能做这些公务，就是教学以外的事情，但是时间这么有限，总要有个缓急轻重吧。假设我的时间只能做这些事情，那这个要摆在最前面吗？所以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来，第2名哦，调查全校树木的名称与数量，扯不扯？阿哲，扯在哪？学校是怎样？1个小时会有一棵树不见，是不是啊？哇，这个回答我觉得很棒哎。我觉得调查，就算老师要调查，也不是只有老师要调查，应该学生也可以参与吧？又是另外一个教育啊，有没有一个职务的教育？机会教育。那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这不是老师的工作，老师的工作就像我们刚刚之前，我就一直觉得说，老师的工作就是教学生嘛，怎么会变成说老师必须要调查树木？就是变成学校的植物学家。好，大家准备好了看第1名了吗？最扯公文榜中榜的冠军是配合议员或立委的要求，马上给调查资料。3位的手，你会的比较特别。来，阿哲你先讲。就是人家老师是教职人员，为什么他会突然变成行政人员？就是他本来老师为什么要叫老师？就是要教学生书知识，为什么突然要配合立委？而且配合立委做什么事情？马上给资料。Right now， 来，巧克力。我觉得这跟立委跟议员没什么关系吧，因为老师的工作，就像我前面，我就觉得老师的工作就只是教书嘛，你给立委那些东西干什么？所以这2个感觉是不会有交集的人，对，却因为这个事情交集了。OK， 来，我们看了这个最扯公文榜中榜，除了俩的书记让你写我表现之外，人家来详细谈一下体育线的线上给他这个应用办讲的。3类多么简单，研究有强度，难怪伊咧向本案采访的先生，佢告诉9位6年人，也是白头师，9位班级是青南体体的6年生。我在上课之前呢，老师会先把课本打开，然后会做很多的分析，很多的解释，很多的查资料的动作。我一篇课文你看1遍，我可能要看30遍。对，所以这些都是老师要先做的事情。我的可以了，被你扣一。哎呀，这个为什么要写错？不是很多题目分解吗？你要知道哦，你写一样作业，老师要改全班的分量，所以你花10分钟的事情，老师可能要花半个小时甚至40分钟才能完成。先生除了告诉各种业，还会吸收各种各样的补充资料，做文献、做宣传，还会做业唔错的管理员。譬如说每天的午餐，老师除了要看你们吃饭之外，老师还必须要检查一下菜里面有没有
多余的东西，或者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如果有的话，老师就必须要填好这一张表格。实在太无限的事情都要做唔少的，先生还会建议去年的班级名额对早晨7點上課到下晝4點下課中上向的，都盡啲嘅做事。很多老师常常是忘了喝水，忘了上厕所，因为作业改不完，事情做不完，课程背不完。通常以我的状况，我可能回到家休息一下之后，我还是会把隔天要上的课程拿出来准备。那这个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到3个小时不等。你这个东西能拿我拍吗？的，老师拿我。能拍吗？不过無論有幾無限的，對宋先生來講，輕鬆嘅話閒氣，佢教會大家學生嘅。还有一个部分是跟你们最有关系，那个就是跟你们聊天、谈话，然后关心你们。如果以我来说，就只想跟大家说，就是其实，老师扛的是一个个生命的过程。啊，对不起。没关系。因为我这2届带的孩子都是家里状况比较多的，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孩子因为大人的忙碌，或者是因为大人他没有心力，因为他可能必须要工作，或者是现在劳动条件这么不好，然后造成他必须要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其实要说我的工作伟大吗？他也不是，只是相较于可能一般劳动阶层，我们更在意孩子的成长。对啊。看到宋老师，我不知道3位学生、3位小欧们，你们看到宋老师的这样子，这么情绪都起来了，你们的感想是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而且很为学生着想的老师。他最后有提到说，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要并重，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他不关心学生的话，他绝对不会这么在意学生的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阿哲，你怎么看宋老师？我觉得这种老师很难找，因为他非常的负责任。他刚刚在节目里有说，那个我们学生要读1遍，可是宋老师要读30遍。其实我们就是要结合2位所讲的，我们在网络上这136位老师所做的问卷，大家也提出了，如果我能对教育部长提一点点微薄的谏言，老师们都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琳琅满目。可是其实大家稍微归类一下就看得出来，就是评鉴太多了，公文太多了，然后希望让教学归教学，行政的归行政，文书作业的量可以不要这么多，因为这样老师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备课。那老师们的这一些谏言啊，我们也让27位小欧都各自选了，我们就来听听3位小欧你们自己所选出来老师们的谏言是哪一句话，要给部长的话。罐头从你开始。我要给教育部长的一句话就是让老师多点备课时间。你为什么要给他这句话？不然上起课来就会觉得很无聊，想打瞌睡。可是如果有备课时间的话，老师就会可以想一些有趣的事情，就关于到课文，又可以讲一些逗我们笑的事，会比较有趣，上起课来也比较有精神。巧克力呢？我选的话是教育的主体是学生，不是宣导，因为宣导常常都会占用到上课的时间，不管是什么课都好，就是会占用到上课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彻底，就是会少1节课的时间，来听这些宣导。虽然我没有说宣导不好，但是你可以排更多的时间让老师来上课，不然的话，我会觉得说，其实这会占用到我们的时间，对我们其实没有意义。所以是有损你的受教权益。阿哲，我选择的是少点评鉴和访视，多点实质上的教育。OK， 所以你这边讲的访视是讲说上级单位，比方说什么校长啊，或者是校外的一些什么督导啊，减少这一类的访视。对。OK， 其实小欧事件部我们把136位老师的意见集合起来，也统整了27位小欧的票选。小欧事件部有一句话要给教育部长。希望部长能够来听一听，我们希望
部长，您可以不要再让老师们整天去面对没有生命的资料还有数据，而把重点摆在他们眼前的这些学生们，因为学生真正需要的是关心他们，陪着他们成长。今日是教師節日，呢個禮拜小事前部現場嘅時候，也有一幾位本所有嘅先生。老師辛苦了，拜拜，拜拜，謝謝。老师，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家，谢谢您，辛苦了。谢谢老师愿意用上课的时间带我们出去玩，谢谢你。老师，谢谢您教导我们那么多的知识，您辛苦了。老师，对不起，请原谅我上课所做的一切错事。老师，谢谢你花这么多时间来教导我们，辛苦了。